而家全球市場宏觀變數重重，由 AI 科技革命到地緣政治，大市每日都好似做緊壓力測試咁。究竟喺呢個新常態入面，港美股嘅熱門焦點股應該點部署？我哋一齊睇睇最新嘅市場研究報告。首先同大家講講我哋對大市嘅四大核心判斷。第一，全球經濟其實已經入咗高利率長週期嘅新常態，雖然增長慢咗，但未至於會陷入衰退。第二，通脹核心具備黏性，所以央行短期內好難快速放寬貨幣政策。第三，資產價格出現分化延續，現金流穩定，有定價權嘅資產會比較抗跌。最後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，市場將會以風險日價重定價為主軸。簡單嚟講，成個風向係由總體政策與地緣風險傳導到金融條件收緊，再壓迫到企業成本與需求，最終令實體經濟成長放緩。基於咁樣，我哋分開三個劇本：基準情景，機率50%，經濟溫和成長，通脹緩降但維持高息，市場會區間震盪，資產繼續分化。策略上要均衡配置，聚焦現金流同防禦標的。樂觀情景，機率30%，通脹順利回落，央行啟動減息，企業獲利回升，到時可以增持風險資產，關注科技同高品質成長股。悲觀情景，機率20%，通脹反彈，信用事件增加，大市下跌。呢個時候就要降低風險保險，增持現金、黃金同高品質債券。好啦，入到正題，睇睇大家最關心嘅個股。首先係港股兩大巨頭，阿里巴巴112.600港元同騰訊控股461.600港元，兩隻我哋嘅評級都係優先關注。阿里持續受惠於數位消費同雲端計算，特別係佢哋喺供應鏈效率、物流自動化同 AI 嘅投入，長期盈利能力有望提升。而騰訊就有好強大嘅社交生態同遊戲業務底盤，加上積極戰略投資 AI 同雲端服務，喺數位經濟時代依然有好大競爭優勢。第三隻港股係小米集團，26.880港元，同樣係優先關注。小米喺高端手機市場持續有突破 ，IoT 生態協同效應強化，最亮眼嘅係電動車業務進展遠超預期，長期成長動能非常充足。另外，太空科技方面，SpaceX 目前估值大約喺123.990美元，評級為中性。主要係因為現時嘅估值已經反映咗未來嘅成長預期，加上 Starlink 擴張面臨監管同競爭挑戰，短期內缺乏催化劑，所以維持中性評級。跟住轉去睇晶片同美股板塊，AI 老大哥 NVIDIA 現價去到202.810美元，評級依然係優先關注。佢喺 AI 晶片同資料中心領域持續保持領先，市場需求強勁，成長動能非常明確。建議投資人優先關注佢嘅長期發展潛力。不過，同屬半導體供應鏈嘅 SK Hynix 就要小心啦。現價154.030美元，評級屬於高風險。受市場對記憶體需求波動同供應鏈不確定性影響，佢近期股價承壓。短期內大家要密切留意佢嘅價格走勢同產業庫存調整風險，保持謹慎。最後溫馨提示，本報告僅供參考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有風險，入市需謹慎。想睇更多最新嘅財經研究卡片同深度分析，記得 like 呢條片同埋 follow 我哋 Vidya Express。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